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张伟民。2020年总统大选就剩无到150天，国民党提名这个总统参选人嘛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哦，最近是风波不断。按照讲咧，伊向逼资料伫国外拍麻将，不过咧韩国瑜讲哦，伊做市长以来无拍过一场的麻将哦。韩国瑜最近哦，如果讲民进党用到国家机器，甲伊咧监控。蔡总统是回讲哦，卖牵拖啦。针对着伊个人的这个道德哦，高雄市政这个问题，以及国民党党内分裂等等难题，面对着郭台铭、王金平、甲柯文哲可能会整合，嘛是对这个国民党极大影响。今日台湾新闻界台湾大代志，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咱邀请到3位来宾要做回来对话，第一位是国民党的立委林立祥。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是立委你好。第二，咱邀请到这台湾基金发言人颜明伟。嗨，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真理大学法律系教授这个吴金钦教授你好。大家好。首先，咱就来请教立委啊。是。咱国民党内哦，最近是乌云大雾啦吼，所以即阵咱这个内底这个气氛是安怎？阮感觉啦吼，其实咱好天要到啊啦，咱讲的乌云过，就是有好天嘛。这乌云吼，我嘛感觉讲，这嘛是足济，尤其是蔡英文规个团队，拢咧针对韩国瑜，不管是行政院，还是副院长，即马全部你若要找副院长，陈其迈。高雄就找有啊，咱做高雄车，所以呢，咱嘛唔知影当时行政院的副院长是团结定咧高雄啦吼。咱转来讲吼，其实风雨不断啦吼，咱常讲的风雨啦、民调嘛好，咱今日咧看，今日咱节目嘛提出来的民调嘛。我看过民调吼，我认为其实这几个月来啦吼，民调就那海波浪咧，浪若来的时阵吼。或许啦，迄民调可能会较加一丝丝啊。迄每一个浪都不一样，所以呢，我是感觉吼，民调是会使做参考，嘛无一定讲吼，确实民调就是安尼啦吼。因为韩国瑜咱嘛唔知影，去年的即马咱嘛唔知影伊会选总统，这嘛共款嘛。去年的即马咱嘛唔知影伊的民调会遮尔啊悬。所以呢，我是感觉民调是一种参考啦。好，过来是讲吼，规个国民党大家，因为我是感觉，因为提名才开始完整，所以呢，韩国瑜其实吼，伊为什么会遮尔啊高的支持，希望伊来选总统？咱知影吼，这几冬来，规个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吼，不管是属农工商，大家拢咧发，真正是足歹趁钱啊。所以呢，才会因为安尼。才有韩国瑜这波浪起来嘛，这海浪吼嘛爱有起风，嘛爱有规个酝酿，才有海波浪嘛。所以呢，这浪已经起来了后，伊有法度代表国民党来提名了后，我希望的是伊的团队未来要提出的是啥物政见。未来要为台湾百姓，不管是经济嘛好，还是少年人嘛好，还是咱的少子化嘛好，伊的政见是要安怎提出来？我感觉这较重要啦。这就是咱讲的好天。不过咱要讲好天，国民党有好天要来，台湾的好天有无？其实咱咧回过来讲，头先你嘛有讲到啦吼，讲到行政院长、副院长陈其迈伫做定一个高雄，但是咱嘛要问讲，韩国瑜伊会使选总统，伫桃园啦走来走去，其实嘛是要面对着这个选民的这个质疑。高雄市民就要问啊，高雄敢真正自1、2、4了后，有真正好过日？咱先请教台湾基建这个颜明伟。我想吼，因为我是伫高雄大汉，伫高雄读册，伫高雄咧工课。少年家，所以我做了解高雄的状况。我看到讲，其实高雄即摆问题，其实无论是高雄是无变好天。我想国民党的好天绝对毋是台湾人民的好天。你的好天会造成台湾人即摆亲像高雄人共款。韩国瑜执政做市长的时阵，伊互高雄人受苦。咱希望所有台湾的人民莫选伊做总统的原因是，伊会互全台湾人民受苦。是安怎呢？譬如讲。你讲谈到迄个咱这国民党的立委有讲到讲趁钱拼经济，大家拢知影讲即马做歹过，但是讲即马数字出来写甲清清楚楚。韩国瑜执政的时阵，咱看来讲即个招商次数，咱看来招商次数
咱高雄是招商导电的次数上侪呢，是偌济1530间。第二名咧，第二名我念台中，台中嘛是上，嘛是国民党，偌济间哎，遐卖一档啦。 800多间。啊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其实拼经济，莫放伫喙上。你拼经济毋是讲尔，所有韩国瑜咧讲的物件拢是讲尔。譬如讲韩国瑜伊住伫对，譬如讲伊住伫高铁站行路差不多10分钟的所在，啊，伊要塞车去高雄市政府要偌久？30分钟呢？你着要坐高铁去选举嘛？你着要坐高铁去你全台湾拍走嘛？走港嘛？走算嘛？你距离你的这个市长的这个官邸，市政官邸咱查过，其实行路塞车10分钟就会当到咱市政府啊。是安怎韩国瑜即马根本就是无心伫咱高雄的市政嘛，所以倒地着做侪，你像风灾嘛是共款，你像大落雨也是做侪问题。其实韩国瑜并无用心伫咱高雄这市政顶悬。咱先莫讲伊我中国，先莫讲伊这个做人袂使，讲话袂使。伊根本连做一个高雄市长的资格拢无法度，所以我感觉这是非常可怜的所在。啊，其实这嘛是国民党可怜所在，因为即马国民党已经变做是一个国语党啊，韩国瑜党啊，所以讲我看着讲，其实国民党安尼规个人拢入去，咱国民党规个即个党务的系统规拢入去，其实即马就是国语党。所以咱等下再回过头过来讨论，就是讲这个韩国瑜啦吼，市长要选总统，伊的这个角色是啥物？咱现主先来看讲，其实韩国瑜讲一个人咧抹黑伊啦吼，而且咧这个监察院公布的这个政治现金，啊过去咧是咱国民党家己这个立委蔡正元，伊是讲这个4000万哦，到底是有收入去这个落地内底去啦吼，啊韩国瑜伊是气不过，伊讲我无收这条钱啦，嘛搁再强调讲，若有证明吼。确实，伊即马现主是已经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啦吼，但是伊嘛是，若是真正有收，伊是愿意来退出这个政党。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高雄市长韩国瑜去参观妇婴科大长照中心，就算游戏的时，讲伊定定互人抹黑，因为最近不管党内也是党外，拢有人在攻击伊。伊也嘛中央政府执意也抗议拍麻将的相片是国家机器伫咧操作。那2张照片的话术非常清楚，那是专业照相机，是有朋友提醒我才惊觉哦，这不是一般手机照的。我当然希望不要这样，国家机器、国家的资源不要这样滥用，一路这样盯着高雄市市长，目的何在？韩国瑜讲蔡英文要拼连任，爱宣传伊的政绩，毋是答案。韩国瑜内定又外高，韩国瑜也受到党内游击的放话，监察伊拄公布的选举小目，有人质疑前立委蔡正元讲伊有收4000万，哪会无款？韩国瑜听落是规巴肚好，讲伊要是共款迄句，伊若有摕4000万，就算伊代表国民党选总统，也会退出政坛。我说我有收这4000万，我退出政坛，忘了吗？要继续黑韩国瑜吗？3、4个月前我讲过，我收了这笔钱，我退出政坛。今天我再说一遍，我退出政坛，听清楚了吗？韩国瑜强调，选举小目写的面膜、高粱，拢是民众管的，毋是伊家己买。希望大家莫误会。啊，若国民党要是真挺韩国瑜出来选总统，原本风声韩国瑜暂时无上白甲5吨机见面，走漏风声煞来取消。2人检察的17对高雄见面，讨论选举无安怎来拼。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个过去的这个前立委蔡正元，伊是咧逼资料讲这个4000万这个问题到底是有收啊无收啦吼？啊，这回咱看到这个韩国瑜伊是讲，若有收啦，我绝对退出政坛，是连续讲几来届啦吼。啊，其实咱看伊遐尔气噗噗，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国民党家己弹出来内部，所以内部有人反对伊吗？其实吼，我是感觉讲吼，伊已经讲几啊遍啦，伊头拄则嘛讲，其实为3个月前伊已经说明啊，所以我感觉吼，这讲转来，不管是安那，你若有证据，你司法单位会使去查嘛。咱足侪单位，即摆民进党为中央到地方，足侪拢是因的人嘛，会使去查嘛。其实吼，我是感觉吼，你咧讲迄内部安怎？其实我是感觉吼，伊家己已经一直讲啊，讲无。所以呢，我嘛是感觉讲吼，你若有问题，会使去查。是啦，这是司法单位也好，还是其他单位也好，但是国民党内部经立委蔡正元伊的这个角色，面对着亲像内部真侪逼资料，其实
安尼看起来拢是国民党内部家己逼出来呢？其实我唔知影吼，到底因之间的迄金钱要安怎往来？对我来讲，其实吼，我是感觉讲吼，董事人都已经说明甲遮清楚啊。所以，咱若有怀疑，不管内部还是外部，咱会使交互司法单位嘛。中华民国有司法嘛？是。是。所以咱要请教就是咱的法律会这个教授啦，吴教授，你安看这回吼，这个韩国瑜已经宣布讲，若是我真正有需，我就退出政坛。就是先讲这个政治现金法啦吼，我一直认为讲吼，这个法吼是咧防君子不防小人。老实讲，有啥物来讲吼？我先讲一下吼，即摆吼，监察院公布的这个去年选举的迄个政治现金吼，伊是伫个那一个以市场来讲的话，应该是8个月进前，就是讲法律政治现金法规定讲吼，8个月进前你会使开政治现金专户来接受捐款吼。即摆问题就是讲吼，即摆申报的是即段时间，若一个头前的咧，即摆是无的吼。是。虽然讲吼，若无伫咧即个政治现金的捐款期间，你共收政治现金，即摆吼是有刑罚的。毋过吼，即摆因为吼你毋是因为你毋是伫咧政治现金的捐款迄个期间的时阵吼，你根本都毋是候选人啊。所以讲吼，迄虽然讲法律有安尼规定，毋过毋捌用过啦吼。所以讲先讲，就是讲即摆讲的是即段尔。这个期间是安怎算啊？即个期间以外的讲的，即摆法律是管袂掉的啦吼。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吼，即摆本来啊吼，伫咧去年的4月进前吼，政党吼用伊家己的候选人吼。迄个上限吼无规定，吼，咱即马原来政治现金的话，对于个人啊、企业啊要捐款，拢有一个上限。毋过伫咧去年4月进前是无的，因为安尼无合理嘛，吼，所以讲去年4月的时阵，立法院就修法嘛，修法讲吼，你若即个政党吼要捐钱哦，你家己的，那用总统，那就是2500万，直辖市场是那就300万，吼。好即摆问题是讲，你若超过这个部分呢，伊的法律效果是啥物？伊的法律效果吼，基讲的嘛袂刑罚呢。伊的效果是讲吼，你若去用查到讲，你政党吼超过咱讲直辖市场300万的话，我罚你2倍。讲假设若真正有这4000万啦，我罚2倍，哦，相关罚2倍，安尼尔。吼，伊嘛毋是刑事问题哦，吼，所以讲即摆就一个真大的问题啊，讲第一个当然要先查明讲到底有这4000万无，吼，这是重点。即个韩市长来讲，伊无迄个义务讲，我爱证明讲我有啊无，因为这是矛盾的。咱伫咧刑事法有一个叫做不自证己罪，你免去证明讲你家己有啊无。你要证明人是谁？是指控你的人。指控你的人有可能是谁？哦，可能去告发人。告发的对象，咱即马因为咧申报迄个政治现金咧是监察院。好，即马你监察院若认为有问题，好，你会使去问嘛。哦，你问的时阵要问谁？当然要问当事人。上重要是问国民党。哦，问国民党的时阵，咱用讲国民党若讲袂回答，老实讲伊嘛未刑罚啦，伊就是6万加120万的罚款，伊迄嘛毋是刑罚啦，所以讲。监察院吼要介入这个要查清楚这有这4000万的，我感觉是有困难啦，基本上都无可能啦吼。好即摆问题是讲若无可能的时阵，都要有司法机关像检察官吼来调查。毋过即摆这一个问题啦吼，就算讲吼诚信吼有这个4000万你无去申报，这老实讲嘛毋是刑法的问题咩？除非讲吼，这个听的人吼，甲你这个未来亲友讲吼，我让你这4000万。我后摆你有啥物公平？你按我有对价性，这就是贪污罪的问题。这当然检察官会查，毋过这若是单纯讲，就是4000万无申报，这种毋是刑法的问题。检察官你老实讲，除非有真充分的证据，无可能空去调查讲这4000万到底是为着啥物有着对于来啦。所以讲，我讲这4000万吼，即摆来讲。既然吼有争议，至少啦，监察院你家己吼爱主动去利用吼政治信用行业的权利啦吼，去约询相关的这个，不管是国民党还是韩市长甚至包括会计师吼，拢会使韩行去问啦安尼尔。为咱继续来先看吼，监察院这个政治现金啦吼，咱先对着这个高雄的这个候选人啦吼，就是议事进前吼，陈其迈甲韩国瑜，这咱所经历的这个部分，咱先来看吼，陈其迈伊实际这个支出哦是
178万吼，收入是6542万，啊，最少这个部分636万，伊家己去吸收啦吼。啊，毋过嘛爱受质疑的，就是讲有远东集团吼5间企业所拢总有500万的这个政治现金。啊，咱看韩国瑜的这个部分，伊过去是讲伊一罐矿泉水、一碗卤肉饭来拍选举，毋过咧，伊实际这个支出哦超过1亿啦吼，1亿1400万。哦，这尔济，啊，收入是拢总是1亿2900万，收入是差不多是1500万左右啦吼。啊，毋过伊即阵有讲啦吼，1500万这个有剩的这个部分是要做公益的这个部分。咱搁看吼，支出有44万是这个酒类，头拄仔嘛有回讲啦，伊这是这个支持者送伊这个部分，这是伊家己嘛有讲过。毋过爱受人这个。检察的这个观察的，就是这个市府这个观光局长哦，潘恒旭，伊捌做过这个总经理，这个旭创意有7条这个钱啦吼，拄好是2000万，咱就先来一条一条来看吼。头拄只，咱有讲这个收入的部分，其实收入有这个1.29亿，1亿2900万，但是所扣掉这个支出，1亿这个1400万，也够1500万啊。咱嘛有看到这个新闻，伊讲伊已经要捐出来，啊已经捐500万去啊。毋过咱要问的就是讲，这个酒类也好啦，也是讲这个潘恒旭，这个旭创意有7笔是2000万。头拄仔咱讲这个对价关系是有啊无这个部分，其实因为迄当阵潘恒旭就伊帮伊有算这个操盘啦吼，啊嘛对着这个后壁，伊佫有任着观光局长这个职务。啊，其实你安怎看？国民党安怎看？其实吼，咱来看规个政治现金这代志啦吼。其实韩国瑜到尾啊来吼，其实咱嘛知影，伊到尾啊来嘛讲，伊已经有够啊，表示当初伊的名声甲伊的声浪绝对比陈其迈悬介济咧。咱看这政治现金就知影，好，伊咧花的是一罐矿泉水，一碗卤肉饭的。概念是什么？伊花的就是卡塔切地，甲一般的绑装的选举无共款。伊花的是咱看到的是，迄乌倒摆安尼缀咧后壁做伙行，这就是甲一般的选举无共款。大家嘛莫相骗啦，大家拢有选过举，咱嘛知影选举其实吼嘛足侪观光公司咧甲足侪候选人咧。甲伊规划，咧甲伊拍广告，咧甲伊下广告，咱讲较歹听的，拢有。所以呢，潘恒旭当初伊家己有公司，只要伊所承包的物件是合法的，我感觉这嘛无啥物好讲。咱嘛会使去看卖啊！这全部的候选人足侪的物件拢有交观光公司，观光公司嘛，敢讲无？除非讲你全台湾敢若伊有尔，我感觉吼，所以莫怪韩国瑜的感觉讲吼，大家拢针对伊，这是伊个人的感受。所以在我听来，我嘛感觉，大家拢有互观光公司去做广告，去政治现金互观光公司甲你做包装，这嘛是足世常的代志嘛。是，所以咱过来看啦，就是讲，因为这个选举本早就像这个立委这个。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啊，真正是无人去发包啦吼去做，但是咱要搁讲就讲，这回这个韩国瑜这个政治现金，其实安尼公布出来，对伊其实是有着伤啊哦。咱来看，其实这个民调来看，伊这个风波了后，政治现金这条搁出来，所以人其实会认为讲，你甲这个利益的牵涉，其实分袂清楚啦。其实咱先请这个民委来发言。其实我感觉讲吼，咱看吼，到底一碗卤肉饭爱偌济钱啊？啊，韩国瑜一碗卤肉饭差不多，差不多爱1亿，一种概念而已。爱1亿外啊，这种概念吼，谈多咱委员讲的这个概念叫做传统。一碗卤肉饭，伊甲伊形容叫做卡达实地。我请问各位观众朋友，啥物叫做一碗？这就叫做卡达实地。我是认为讲啦，这就是。伊用错误的包装，甚至是讲白插话的方式，来对着选民来讲，大家拢讲这是包装，但是我感觉讲这是真罕的、真罕过的一件代志。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咱看韩国瑜，其实，我顶摆我伫台北的时阵，我有去街访，我到底大家民众对韩国瑜的想法到底是啥？因为咱少年家做想要知影。我访问到一个老阿嬷，啊，这老阿嬷我问讲，阿嬷你平常时拢看倒是台？中天，啊！你感觉讲
韩国伊安怎？伊讲哦，做好啊，袂歹袂歹，我做支持伊啊。啊，我讲啊，你是安怎讨厌民进党？伊讲啊，因为蔡政府拢抽佣，拢是分赃的结构。啊，咱来看潘恒旭是以即个起笔的即个2000几万的即个，拢是广告费用，拢是互即个潘恒旭的即个广告公司包去，是毋是抽佣？因为伊煞来搁做观光局长呢，伊煞来搁做即个高雄市的观光局长，是不是抽佣？是不是从我的意思是讲拢家己人嘛？就是我的意思是讲，你批评蔡英文政府，还是你批评民进党，还是你批评本土政权的方式，是毋是爱套用伫咱韩国路顶管？莫逐工拢讲伊是一年尔，伊甲做无偌久，拜托诶，是的啊，拜托诶，伊是小学生呢，伊是10岁以下嘛？所以讲，我感觉大家人对韩国路的宽容，大家人对韩国路的即个忍耐。是安怎无法度套用伫其他代志顶管，大家拢替伊找话咧讲，大家人拢替伊找即个借口咧讲，到底我是感觉讲这是真含的代志，就是韩国瑜代表的，就是讲台湾政治的即个责任，台湾政治的道德，其实拢规个拢帮帮。所以咱继续要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就是讲这回咱拄有讲到这个政治现变，虽然这个监察院这个公布，但是实际若是要有调查权，爱甲这个司法的单位，你安怎看讲哦？这个对价的这个关系，有对价关系无？这袂使讲对价关系啦，因为咱咧讲吼，刑法的对价关系是针对贪污对价，是啊，这唔是啦吼，因为这就是。因为我拄仔一直强调讲，咱即摆政治现金法吼，真正是黄君子啊吼，伊实际的作用无讲介大。你像讲吼，我即摆竞选机会要有倒一间公司去包，这是候选人伊家己的自由呢。咱政治现在袂去规范这个部分。你要求你就是讲，你若去包上，你就该支出，你就列上去，而且你要有凭证，你要提出凭证，你就够啊。咱所以讲，我讲政治现金的话，基本上都为什么叫做道德条款？原因就是伫遮。啊，佫上重要就是讲吼，这个选举的经费吼，为什么拢遮悬吼？以前吼，伫个2007年进前吼，咱对于迄个选举经费，拢有一个上限的限制，你超过有法啦。啊，毋过吼，迄阵啊，立法院就讨论讲。啊，你有迄个上限的时阵吼，大家拢拄啊报甲迄个上限下底，麻啊，你都你反而咧鼓励吼，大家不实申报，所以讲安尼甲伊取消掉啊，所以讲变成讲吼，即摆老实讲吼，即摆即个君子条款就愈道德啊啦，哦，所以讲这钱吼要安怎来要安怎去吼，老实讲吼，即摆政治现金法，你若我就提出一个凭证。一个文件证明，安尼就好啊。是。啊，老实讲吼，你若讲要进一步讲吼，你包这个人吼，因为这是说，因为这就是足吊诡的代志啦吼。你把这个钱，你把这个政治现金专户啊，算上下，这个钱算上下。政治现金法里面虽然无明文，老实讲，是我下呢。啊，我下我要安怎用？老实讲是我的代志，是警察安怎？警察讲，因为你要出来选，你这个钱是大家钱，政治现金就跟你讲，你袂使乱用，安尼啊，在实质上，迄钱嘛是伊的，所以讲你要有倒一间公司，所以讲伊毋是国家，伊毋是公机关，所以讲伊嘛无啥物政府采购法，讲我要公开招标有谁，迄嘛无种代志。伊当时讲标有谁就是互谁，伊我就提出证明，安尼就好啊。所以讲我是讲吼，这个机会哦嘛袂使针对韩市长一个啦，老实讲啦。你这个吼，无管是啥物拢共款，尤其是明年要总统选举啊，我感觉大家拢共款，大家拢变出来看，安尼较对。你若讲真正要查，我讲袂使针对性。要查，大家查，大家看，大家有啥物？你两个感觉讲，虽然讲无违法，啊，毋过吼，确实你要做一个市长，甚至可能是未来总统的人，你可能有这个道德上，可能咱有指责的地方，啊，你都大家拢提出来看嘛。是，袂使干只一个人。即阵韩国瑜真正是高雄市长要选总统，所以这个标准，大家真正来斟酌看。是，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因为最近啊是争议不断的这个新闻，咱有经历的吼，8月13号迄当阵的风台天啦吼，台南是停班停课。但是韩国瑜迄当阵是无宣布着高雄停班停课，但是这咱嘛使讨论，因为有影就是对着这个气象局这个资料，因也是无讲要来停班停课，这嘛是伊这个首长伊这个个决定啦吼。啊，但是真侪人是这个撩水去上班啦，啊，其中呢佫有一名这个骑机车的这个查某人士吼，去互水流去，啊，颠倒是这个过身安尼吼，啊，家属是要求来国赔啦吼。啊，第二个是这个基层
警察哦，巡岗这个负责公安的这个部分哦，引起着这个基层环境哦强烈这个反感啦。啊，第3点就是咱头拄仔嘛讲的，就是讲伫国外拍麻雀啦吼，但是伊讲过去咧任市长以来，一场麻雀都无拍过。啊，随去用这个高雄市议员林志宏哦，甲扇嘴皮，伊讲咧，伫巴厘岛有这个拍麻雀这个相片，啊，现主席伊头拄则嘛讲，这个相片是专业的哦，所以这个摄影甲我翕起来哦，所以这是有这个国家机器咧甲我监控。但是咱就要继续来问讲，伊个去用批评讲这个杨秋兴就讲啊，伊现主席现在进行式哦 ，ING 啥小三啦、啉酒啦、夜店啦吼。所以这部分咱拢要好好来讨论，好好来检视一下。咱先来看讲吼，咱立委啦，你安怎看讲少年耍这个争议？第一个是咱高雄市民有一个人过身去，啊，第二个是拍麻雀，啊，第三个是这个杨秋兴，嘛是咱东来这个优质啦。虽然讲伊现主席去用开除当职啦，对，当职啦吼。所以你安怎看讲这少年耍伊的这个争议？其实吼，咱转来看规个风台吼，安尼发生，我是感觉讲吼，有人已经牺牲啊，我是感觉讲，规个市政府应该去检讨啦吼，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讲，规个咱的迄防水机制，为依照安尼，就是依照市长，是，我们的那个局长啊，对局长啊，咧开始到即马，咱一寡。风水的倒位做无好的，其实我感觉爱好好来检讨一遍，因为伊就任啊无到1年。咱知影吼，做防水不是1-2个月，也不是1-2年，这是爱久长的。所以规个风水我是感觉吼，市长嘛是规个已经有咧整理啊吼。不过真侪人要讨论着讲，因为伊旧年要选举的时阵，就是高雄市淹大水的时阵，就是讲哦，局长这个做无好，但是大家望伊。是要好好来做。不过我必须爱讲啦吼，好好啊做嘛是爱互因淡薄因的团队淡薄时间。是。包括咱因副市长有另外一个嘛是专家的，所以我嘛知影因拢即马足认真咧针对风水的。过来你讲吼，其实伊拍麻将嘛有讲，其实我有看迄相片，其实吼我是感觉讲吼，甲厝的人出去休困度假，甲厝的家庭。啊，大家伫遐坐咧谈散，坐咧谈散，坐咧消遣时间。其实吼，或许对伊来说法，迄毋是咧博缴，迄毋是咧博缴，迄真正毋是咧博缴。所以媒体咧问伊，伊会回答会讲，我做市长以来无咧博麻雀，无咧博缴。所以我会感觉，我看迄张相片，就是厝的人。厝的人嘛有某，嘛有查某囝，嘛有足好的朋友是书法，啊做伙伫遐，所以我感觉讲吼，对伊来讲，他的潜意识里面都无感觉迄咧博缴，所以伊才会回答安尼。所以呢，他也已经有讲啦，就是家庭之中会谈散嘛，这其实吼足济，可能咱大家吼爱落去地方吼，我有时啊吼去庙口，甚至去学校边啊，都看到阿公阿嬷咧谈散、咧拍麻将、咧去红点，这拢有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在他的潜意识里面，无感觉这是咧博缴。有影，但是咱搁回头问啦，就是讲即阵，亲像拍麻将。这等等问题，咱个讲这过去，伊可能这个杨秋兴批评的，拢是对伊来讲可能也无要紧啦。但是伊作为一个参选人，总统的参选人，伊这个个人道德问题是爱互检验的。咱来看吼，这个国民党前立委啦，前中评委陈鸿昌哦，伊伫这个庙头前致辞的时阵，是安怎批评国民党的这个韩国瑜？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前几日啦，伫咧总统蔡英文参访罗州英联市的时阵，公庙现任的主委陈鸿昌，伊嘛是国民党的前立委加现任的中常委，说伫咧致辞的时阵，批评共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讲韩国瑜的轰动行为，互伊毋知影安怎教囝。怎么可以批评一个整天打麻将、整天吃喝玩乐、可以抱女人、可以当总统？那以后我也要这样。陈鸿昌的批评指出，大家拢小静去询问韩国瑜，才无得到正面的回答。想那我们怎么看？好，谢谢。除了啉酒加入式的批评，韩国瑜最近佫爆出拍麻将的相片，市长任内无拍过麻将的承诺，煞互人质疑。也毋过韩国瑜煞以这是国家机器的监视来回应。
对此，总统蔡英文讲，韩国瑜不应该牵拖。我觉得这件事情哦，韩市长应该好好的回答人民对他的质疑了哈，那诚恳的面对了哈，倒也是不要牵拖了。伫咧和国民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韩国瑜的丑闻一件一件爆出，对于伊的总统之路恐惊会造成真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挺韩国瑜啦，学韩国瑜的拢有啦，但是咱要来看讲，这个争议，韩国瑜要安怎一直来面对，这是伊现主席所重要这个工作。咱来看讲，咱所有这个经历这个伊的立场吼是安怎？咱有经历到韩国瑜哦，对着这个争议，伊讲哦，伊较早是温良恭俭让，即摆绝对无要搁让啊啦吼。伊讲为着整个这个台湾社会，伊真正要伊开始哦，常怀菩萨心，但是要用这个霹雳手。哇，这个手段要起手势，就先甲你压落底啊吼。第二个讲啥？咱的政坛哦，一直这个有真侪抹黑，唔免负责任，唔免这个政府的这个歪风啦吼。啊，咱国民党的中常会，伊常常讲选举期间的爱严格啊，这个执行这个党纪啊吼，尤其是这个污蔑党的这个参选人的人吼，爱随开除党籍。啊，前高雄县长杨秋兴，伊是讲咧，国民党总统提名人，这个韩国瑜甲李运大同篇啦吼，背道而驰啦吼，小伤心啦吼。伊若是伊无贤人呐，嘛这个不信也不睦啦吼，这是用李运大同篇来讲的。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中评委员啦吼，陈鸿昌就是咱头拄仔这个镜头顶看到的，这里讲规工拍麻将，搁这后壁咱就卖问啊，咱卖讲啦，伊头拄有讲过，这我嘛歹势讲，咱继续要请教。这个发言人啊吼，就是讲，咱安尼看，咱头拄仔这个立委嘛有讲到，其实对着韩国瑜来讲，其实伊讲这是这个潜意识可能是无拍一场麻将啦吼，但是咱嘛讲过，拄则蔡英文总统其实若是面对着这个问题嘛，是爱互公开检验，啊伊嘛坐届，韩国瑜嘛坐届，针对蔡英文总统就是公开检验，但是咱要搁问韩国瑜敢袂堪你人检验？我其实感觉讲吼，拍麻将无问题。问题是出伫你讲你当选做市长以后，拢无拍过麻将，这个问题才是假嘛。问题是讲你讲白惨嘛，意思是讲你拍麻将，甲厝内民人做伙啊，大家人拍麻将是一个动头壳的一个算讲是大家人做伙的一个活动。但是你今仔日的问题是出伫讲，你讲你做市长以后。拢无拍过麻将，所以我感觉问题是出伫遮，包括着咱即个大户，啊，互高雄市的一个桥倒摆的即个查某，伊规个人往生去、过身去，我其实感觉讲这是会当避免的代志，这毋是无法度避免。我感觉讲，譬如讲风台天，你韩国瑜市长你是走去倒位，你规工无看到人，咱苏院长。地震的时阵，马上爬起来，敲电话讲，今摆咱来处理今摆状况到底是安怎？所以我感觉讲，大家人拢会当，所有代志拢会当检验。但是讲无敲电话，新闻有出来啊，你可以查。嘿，我意思是讲，你爱出来，互人民了解讲，你密的啊，高雄我也无看到你啊。我意思是安尼，我意思是讲，其实吼，我认为吼，因为韩国瑜你要选总统啊，你逐工啉酒，其实啉酒袂要紧，但是讲吼，这个牵涉到吼，是你身体健康的问题。啊，身体健康吼，你啉酒对肝无好啦，对肝无好，容易疲劳。所以讲，你看伊讲话的时阵，其实定定袂记哩，也是讲伊啥物讲伊潜意识，也是我有诶无。其实我感觉讲吼，这其实牵涉到毋是政治人物的道德尔。你若是要做这个台湾的政治领导者的话，其实这牵涉到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哦，讲较认真的话哦。啊，你若是讲规个国家机械机器咧监督你，这啥物意思？拜托，规个国家用国家资源监督的是中国，是社会信用的制度，是社会信用的系统。这个系统呢，你做啥物代志扣分？你酒驾弄死人。韩国瑜你有无？你扣分啊！啊！你讲白贼扣分无？扣分啊！所以讲，其实用规个国家的机器咧监督的，是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的时阵，韩国瑜你根本就扣分就扣了了啊！你有加分的所在，加分所在就是你 promote， 你去亲中嘛，你讲中国政府做搞做厉害，安尼你就加分。所以讲，其实吼，咱若是讲咱来这个社会信用制度。
甲韩国瑜放伫咧下骹吼，咱想来看韩国瑜会当扣几分啊？是。头先讲到这个中国这个信用系统，伊是拄这个1000分开始啦吼，增减。但是咱搁讲倒来，就是讲因为这个中国因素嘛有啦吼，啊，咱等下会搁讨论到这个模仿这个部分，因为咱讲有这个中国代理人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中视的这个社论嘛讲足济，咱要继续先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吼。你安怎看讲这回韩国瑜哦，伊这个起手势，伊就讲温良恭俭让，再也不让啊，无要搁让啊啦吼。但是咱这阵网络顶哦，真侪人咧讲，又要鼓了，鼓就是狗啦吼。伊即马进前我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社论，伊是讲这个执政党啊吼。真爱告人，但是这回咱看到这个韩国瑜，伊嘛是赶紧要告，但是告人的这个动作是啥物意思啊？我讲要告吼，当然是大家权利啦吼啊，尤其是选举吼愈接近吼，我想吼，尤其是即马网络时代啦吼，哇，什么消息拢有啦吼，啊，你若无伫第一时间做反应吼，可能唔知伊后壁会安怎啦吼。啊，我要强调的是讲吼，即马即个时代吼，要选总统，毋是咧选圣人啦。哦，毋过吼，你若要出来选的人吼，你都爱并出来啦吼，你祖宗八代差不多都爱并啦吼。我想这是不可避免啦吼。啊，即摆问题是讲，咱到底咱想要什么样的总统啦吼？啊，这是来做歹讲的啦吼。我举一个例啦吼，就是讲即摆美国总统 Trump 哦，这个例为例啊。老实讲，伊伫咧选举的期间，伊的花花水月。多不多？拢逼出来呢？哦，拢逼出来呢，啊，佫有性骚扰诶。是。哦，所以讲甚至有诶案例已经是直指唔干那性骚扰啊，有性侵害的问题啊吼。啊，毋过后来伊当选啊，吼，你讲伊当选诶时阵，今年4月诶时阵吼，迄个美国迄个穆勒，就是迄个 special prosecutor 吼，特别检察官，这个穆勒伊嘛2年诶调查吼，伊针对川普吼到底有迄通俄门这个部分有甲。这个俄罗斯吼有迄个无吼，啊嘛结束啊，注意哦，伊调查毋是这的代志哦，伊调查是啥？伊调查是讲到底伫咧伊的竞选期间，俄罗斯这边是毋是用资讯战来帮助伊当选？安尼吼，这就是啊，毋过因为这幕咧讲吼，无证据啦，啊毋过无证据伊捌无罪啦，所以讲伊强调的嘛是甲国家有关，国家安全有关系，吼你讲。国家头前，国家杀一个吼，差不多克林顿啦，吼，克林顿吼，伊伫咧第2任的时阵，就面临迄个伊甲迄个实习生吼，罗文斯基这个性丑闻，啊，有2件的这个被指控是性骚扰，吼，啊，伫咧大陪审团，美国迄大陪审团就是咧起诉的吼，伊家己做伪证，吼，伊这的代志吼。嘛是特别检察你去甲调查了吼，伊这吼佫比川普这佫较进一步，伊这伫咧众议院有弹劾吼，啊毋过伫咧参议院无过啦吼，所以啊毋过咱事后对克林顿的评价是啥？哦，啊，老实讲，咱来看啦吼，是好较侪，所以讲咱真正诚歹讲吼，到底要选去总统啦？啊，你若佫往前推一个尼克森好啊啦，吼，迄水门案件这个吼，你若讲吼，这3个总统吼。伫道德上来讲啦吼，都一个吼比较好一点，一定是尼克森。哦，尼克森伊是律师，伊算一个穷苦人家，伊迄花生农的孩子吼，啊嘛真善，啊都努力，啊都去上伯克莱罗斯库，啊都做律师，啊后来做总统吼，啊伊的生活嘛做规律的，甲头前迄2个是完全无共款。啊，毋过伊后来一旦用这个职权监听嘛，吼，产生这个水门案下台嘛，所以讲咱比较一个实在，咱实在真歹讲啦吼，因为总统这个位吼，虽然讲足重要的吼，啊毋过吼，因为伊是全国性的，所以讲吼伊。尤其是即摆这个网络时代吼，每个人都有其他的偏爱。你若讲这个拍麻将这张相片来讲来好啦吼，若讲吼，迄韩粉艺人里讲，这都跟阮兜共款啊，阮过日过节拍一个麻将啊，这无怪伊就是庶民总统，啊毋过吼，若是。这黑汉的别人讲，做一个总统，咱会使拍麻将，含无算钱嘛袂使，吼，所以讲你就讲这个时代就是台湾已经多元社会啦，吼，我是感觉讲吼，你若总统选举的时阵，你要出来选的人，你都要有迄个能耐去接受大家对你任何的指责啦。是啦，教授安尼讲嘛是有理啦，就是讲。选举其实是靠实力的，虽然你只有这个个人道德的这个问题，但是你若选掉，你就受宰掉嘛吼，这是选举实力的这个问题。但是要来过来看，国民党内部这个问题也够真济，也够拄到这个整合这个问题。
这个大选，这个还有郭台铭啦、郭文德啦、王金平这个革命这个合作哦，目前可能哦有伫18号伫咧桃园这个佛教这个活动，会当看到因3个人哦，这个郭台铭甲王金平啦2个人合体啦吼。啊，其实讲这个合作，今仔日还有传出，伊郭台铭甲这个王金平拢想要抢这个正位啦吼，想要做总统，拢敲袂罢。但是这个郭文德是安怎讲的？咱来看今仔日这个新闻片段。2020总统大选，郭郭王合作革命一直无确定。传出讲郭台铭甲王金平2个人为着啥物人要做候选人，啥物人要做副手，超袂拄好，互合作增加一寡变数。台北市长郭文德进前参加活动，去互问讲郭台铭若无要选，敢要出来拼？郭文德嘛讲好，若无就安尼。去互外界认为参选2020嘛是有可能的。目前郭台铭还是在这种平衡状态下最佳的一个平衡点嘛。那如果没有平衡点，再讲嘛，有发生就1，没有发生就是0。是比较适合当正的嘛，相较于王。不要这样问我啦，这个没有，其实是这样的，都可以合作的时候，谁当什么 position 反正不是那么重要。郭文德强调讲，为无重要，三方会当合作才是重点。针对郭冠王会面，三方的幕僚会先举办会前会。目前3个人上有可能共大的行程，就是8月18日桃园举办的世界佛教青年新加坡的活动。啊，不过所有人讲，这个组织有统战的色彩。一定要开嘛，在哪里开？他们自己去约时间，讲完以后来跟老板报告结果就好了。不急嘛，这个离礼拜天还很久。毕竟佛教还是华人世界最重要的宗教嘛，所以什么都有。所以，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宗教活动。面对2020的总统大选，郭冠王的心中家己拢有拍算，三角的势力敢会当革命，影响哪里的选情，嘛变做2020上重要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现主席上大这个问题哦，可能嘛是这个党内这个整合这个问题。咱来先看哦，这个咱所经历的这个上新的这个民调，咱有经历的这个《澎湖日报》甲这个品观点这个民调啦吼。若是讲到蔡英文甲韩国瑜双人来对决吼，这个蔡英文现主席拢是比这个韩国瑜较悬哦，这是比较早十几礼拜来吼，这是这个蔡英文吼。开始咧赢这个所在，可能嘛是受到咱头拄仔有讲的这个争议的风波啦吼，尤其是嘛可能甲这个香港这个问题有关系，对着蔡英文的态度也是好，也是这个韩国瑜的态度也是好，可能拢是这个选民会考虑的这个部分。咱看到《澎湖日报》的这个部分是38.2，韩国瑜是35.4哦，这个是差不多差要2-3%的这个。部分啊，品观点这民调是8月12到13号吼，因所做出来是差要6%吼，这个部分是有差较济，所以咱阁来继续看讲，若是三卡拄哦蓝绿白这个部分吼，这也无甲这个郭台铭、王金平这个因素放入来，但是咱要继续来看讲，其实这拢是伫咧误差范围内底啦吼，29.55吼，甲这个韩国瑜的29吼，啊看到这个。品观点这民调是韩国瑜赢，但是这拢是误差范围内底。咱要来看讲，这回这个民调，蔡英文小可有这个领先，对国民党内部来看是安怎？其实吼，像我头先讲的，民调逐礼拜，甚至逐季民调拢一直出来。是。所以我是感觉讲吼，我较期待的是韩国瑜如何去整合。如何把伊的团队拍出来，才有迄民调的加分，才有开始往上啦吼。所以这部分吼，我是感觉讲吼，就爱看伊的智慧啊，爱看伊的智慧。但是面对着郭台铭也好，王金平也好，现主席因若讲，即阵因若是2个人有人来参选，因就是开除党籍。嘿，其实吼，即马即种。假属性的问题，我嘛无法度，因为伊即马不管是三个人要会面，还是要无在一个活动里面内底相拄面嘛好，只要其实吼，伊若较无讲着真正要做啥物，我是感觉讲吼，阮嘛是感觉讲，其实大家目标拢一个尔，要如何甲蔡英文扭落来，这才是阮国民党共同的目的。所以呢，这目的如何？达成呢，就爱看未来国民党党内的整合，看要安怎整合。所以你讲王金平还是郭台铭嘛是好，其实伊全部的想法嘛是咧想讲未来要安怎甲蔡英文扭落来，要安怎为台湾打拼，这或是啦吼，不管是韩国瑜还是王金平还是那个郭台铭其实拢共款，所以伊的目的拢共款，所以即马到即马，这2位
郭台铭甲王金平嘛，拢还未表态嘛，即马拢大家咧。咧摇啦吼，系咧摇，大家咧摇来摇去，我是感觉讲吼，这咧摇的问题，咱袂使讲啊，确定拢安尼。也毋过吼，咱甲确定的代志，就是大家拢想要甲蔡英文救落来，这是确定的代志。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这个民委啦吼，安怎看讲这个民调蔡总统开始咧领先啊？其实我昨嘛有拄到一个记者啦，阮咧开讲，私底下开讲，其实伊嘛感觉讲，其实因家己。就莫讲是倒一间啊，但是伊家己嘛讲，因迄间媒体嘛有家己做家己的民调，伊甲我讲，其实咱本土派啊，或者是咱绿色的，其实真危险。危险的所在是讲，咱无论讲民调，其实做一个参考会使，但是讲咱看，若是讲两强对决的话，其实是蔡英文会可能会赢。但是我嘛感觉讲，咱即个台派还是独派人，咱千万袂当面对着即个草包的时阵，咱无法度，咱一定。袂使掉以轻心，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拄到三脚拄的时阵，其实看到真正是足危险，真危险。但是我要倒转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民调是安尼无毋对，咱即摆局势嘛是安尼无毋对，但是重点是讲你甲串门诱落来原因到底是啥？是因为做了无好吗？但是咱看讲，咱伫亚洲四小龙，咱美中贸易战内底，咱的经济 GDP 成长率是第一名呢。第二个，咱的这个因为美中贸易战，结果咱所赚的这个外汇存嘛增加呢，咱这个台商嘛转来投资呢，拄好唯一一个台商无转来投资，可能就是鸿海尔。嘿啊，我意思是讲，其实你中国国民党其实你甲蔡英文诱落来，意思是你要行中国路嘛。你无论是柯文哲你无论是。郭文哲，也是郭台铭，也是韩国瑜，也是王金平，恁就是拢要行中国路嘛？你就是要出卖台湾嘛？出卖台湾时阵，佮讲爱为台湾拍拼，佮讲你家己为着台湾人，为着台湾人幸福。其实我感觉讲，这拢是讲袂过去。是，咱先来看讲今仔日啦吼，这个中国时报这个社论是安怎写的？伊讲柯文哲抹红的这个手部啦吼，互啦这个人民唾弃啦吼。这个部分，咱来看讲，伊是安怎写？互人危害的是柯文哲咧骂这个民进党的时阵，当时阵唔通袂记哩伊咧抹红别人吼，伊甲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这个扣上红帽子啦，还佫连带指责韩国瑜是旺中集团的红媒，甲这个台湾的选民首长吼，必须要照这个红媒这个头家意见来发言的。这是这个柯文哲这一礼拜这个讲话的部分啊，讲到这个中国时报这个部分，但是第二段咱无写出来，我念互大家听。伊讲吼，这个旺中媒体啦，会挺韩国瑜的这个原因哦，是认同，因为韩国瑜认同无色觉醒，会当徛伫台湾人较就是中国人的这个立场。咱先请教立委，你安怎看讲这个旺中集团伊写的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立场？其实每一个评论、社论，拢有家己自由发言的立场啦吼。不管是咱在座4位，其实每一个人立场或许拢无共款，所以我是感觉尊重伊啦。因为对阮来讲，其实吼，咱中华民国的百姓，其实咱讲吼，虽然经济感觉袂歹，也毋过所得是毋是讲吼真正？有照顾到一般的老百姓，其实吼可能是有时啊吼，咱坐咧办公室内，无法度去体会到为什么韩国瑜的风气会起来，就是到即马民进党到即马执政党，佫无法度去体会到为什么风会起来，为什么会起风？那无拢为什么会起风？其实这拢是共款，表示百姓过了介艰苦，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吼，莫你讲社论写啥物，我是感觉尊重伊安那写啦吼。因毋过对我来讲，我是感觉讲爱台湾，阮敢无比恁较爱台湾，阮台语也无讲甲比恁较歹啊。那你讲阮如何为台湾拍拼？其实吼，我是感觉讲，咱看这几冬来。咱台湾不管是讲吼，规个农产品嘛好啦，规个看民进党伊规个各部会，咱看几万条分啊无做拢足加。但是这个苏维的这个问题，其实嘛是这个马政府开始就有，所以咱若要看，其实是小连锁爱看的，嘿，做一个菜。所以咱看到现主席这个蔡总统的动作，嘛是有咧查啦吼。不过咱要搁请教这个民委，就是讲，你安怎看讲这个社论这个部分啊？伊讲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其实咱嘛尊重立委这个意见，就是讲，因为这是这个一个报社，伊这个评论的这个部分，伊徛有伊的这个立场，但是咱对着讲，这台湾人是中国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国，这是爱讲好清楚的。因为伊若是讲，韩国瑜就是中国。伊佫行入去中联办，这其实拢会使相牵连。咱讲到这个中共代理人的问题，其实拢是做一个总统的参选人、候选人爱互检验的。是啊，咱其实看到这篇社论，咱网中的社论，其实感觉到讲，其实这个口气啊，是讲这个口径，其实就亲像中国的这个中联办写的物件共款。伊讲是伊足支持这个韩国瑜，因为伊认同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概念。其实台湾人就是毋是中国人，台湾人的意思是讲，咱台湾人作为一个认同，咱台湾人作为一个共同体，咱台湾人作为一个国家，咱是咱家己的，毋是中国的。咱看到香港的状况，咱看到香港的少年家安尼，咱难道搁要做中国人吗？咱看到互人枪支拍甲安尼，左手的结果讲啥？无遐尼严重啦。看到说，这就是和平统一啊。和平统一，中国讲的和平统一就是安尼啊，甲香港拍甲安尼啊。所以讲，咱台湾人少年家啊，少年人也是讲做一人，其实拢感觉讲，阮就是卖做中国人，因为做中国人，咱看到即摆香港就是安尼啊。请问国民党要甲咱带往后一个香港吗？立场无共拢袂要紧，咱会当来讨论。但是你的立场，你认为你是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立场，就是压迫着咱想要做台湾人。这是我的厝呢，我想要住伫遮，想怎你逐工伫遐叫我搬厝？想你逐工伫叫我讲啊，咱厝这壁拆的啦，咱做伙啦，想怎要安尼？咱台湾人就好伫遐徛起啊。台语咱会当来比啊，但是咱比台语的问题是讲，咱毋是爱台湾，毋是靠你靠你嘴顶咧讲的啊。你是真正你中国国民党，你头前搁一个中国，你讲你爱台湾。你讲中国咧台湾拢爱改名，所以有中国时报你嘛去改名。你主席对啊，伊就是出卖台湾的报纸啊，拍摄伊就出卖台湾报纸。有中的那中兴大学中怎么办？中国医药学院要安怎？只要有中的拢爱改，安尼咱台湾吼，敢若要开这改的是讲恁党主席讲恁要签和平协议，这毋是出卖台湾，啊无是啥？其实吼，你想要甲台湾变做香港即安尼吗？我问你是要安怎？你为着一个台湾有家己的主权啊！咱中华民国的总统敢有捍卫中华民国？咱常看的总统出去国旗也唔敢举啦吼。哎呦，但是这个咱爱甲蔡总统回一下，伊即回去这个美国。都互阮嘛甲即马即回去才去啊！正前几回敢有？敢若讲中华民国拢唔敢讲。到爱互阮立法院安尼不断咧改推落去，才敢讲。但是伊嘛有讲到吼，这个场合这个问题啦，其实爱看场合嘛吼。虽然这个郭台铭嘛要送这个国旗的这个帽仔互伊，但是伊即回是展现伫伊这个徽章面顶嘛，所以讲爱台湾真侪方式，国旗是一种方式。这个但是咱若是有做的，就是爱甲鼓励，亲像咱这个韩国瑜总统，伊若是毋是总统啦，总统参选人，伊若有做伙，咱嘛是爱鼓励，就是。同款是天平的两端啦，就是伊做好，咱爱甲鼓励，但是毋是讲检验的做伙检验，拢袂要紧啊，阮嘛感觉袂要紧啊。中华民国的英文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你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你简单来讲嘛 ，Republic 叫做共和国嘛，China 叫做啥？我请问 China 叫做啥？中国嘛。我讲啦。蔡英文已经执政3年外，恁若要创啥吼，恁会使发嘛？恁拢做袂到的代志，讲发恁偌爱台湾，其实吼，袂使咧选举的时阵开始伫遐挥，我是感觉我无咧挥，我是咧讲一个事实。的是经济，所以为什么韩国瑜会发起来？为什么韩国瑜和所有恁高雄已经输甲黑，为什么会输甲黑？高雄6岛内底是高点上济黑，就是代表你高雄，你看民进党执政遮尔久，输甲黑，表示讲民进党执政这3年来是无成绩的，无恁袂输甲黑，所以这部分哦有做唔对，有做了无好，爱检讨，唔是所以咱嘛真正毋望韩国瑜这个高雄市长真正好好伫高雄来发展。其实伊若要参选着总统，其实伊对着高雄市民爱先交代互清楚，因为这个市民想要问讲，你伫遮还未满一档，你是成绩是啥物？爱真正捧出来互人看啦吼。其实讲蔡总统韩国瑜假条就是讲伊执政的这3年来，伊做无好是啥物？所以
蔡总统现主席爱展现的是什么？就是伊甲伊执政的这成绩嘛是要赶快盘算。所以两个候选人徛伫共款的这立场，拢是爱为着伊家己所做的个人的道德也好，这个个人的这个执政成绩也好。所以3年来蔡总统做无好的，若是真正做无好的，咱真正该放大来检视嘛无要紧。所以咱共款的标准嘛是要对着高雄市长韩国瑜，伊即摆要参选总统啊，咱最后先请这个教授啦，你安怎看吼？这回国民党甲这个民进党两个已经有这个候选人产生啊，但是这个国民党内部也有郭台铭、王金平，还有这个白色力量这个郭文哲。我若单纯做一个选民来讲吼，我是讲愈侪做愈好啦。愈侪做愈好。因为卖干咱两个吼，老是特别男女啊，这吼我有点仔厌烦啦。那唔干那3组啦，你4组5组，我是感觉好，因为我大概咧选举的时阵吼，就会面临讲哇，我是爱烂棚口拣一个较无烂这个问题。就想讲有一个较新的啦吼，所以讲那我对我家己来讲啦吼，我是无希望讲干那2组尔，因为我的选择性真正很有限。选择性有限。我是讲免讲什么。有啦，这个多元的社会啊，有这个较多元的选择啦，对吧？对啦吼，过来就是讲红色媒体的问题，我是感觉讲吼，踮台湾上可贵的就是讲，你踮台湾，你会使大声讲你是台湾人，嘛会使讲你是中国人，你拢唔免去负什么法律责任，这就是台湾的可贵。咱来真珍惜这个。